我有甲讲哦，我不出门喝酒，我不喝，干你硬要丢，哦，有人会觉得说，靠背你不是保证他安全吗？还是怎样吗？哦，你保证他安全吗？不会打，我打他了吗？我叫人打他了吗？是我吗？你们搞清楚状况啊！哦，你们真的搞清楚状况啊！真的是我吗？我叫人打的吗？哦，虽然我讲这些都屁话，再来，你真的你要袒护他吗？你要介入吗？啊，你要替他俩架吗？介入吗？这就是一点。好，第三点，哦，他在直播上怎么攻击人的、攻击你们的，哦，泡你们的、讲你们的，哦，按你们前后都说一套做一套，都做不一样。啊，事后来说，靠背冠廷啊，你找人家吃姜母鸭，我找的吗？你们很奇怪呢，我找人家吃姜母鸭的，我不喝，我真的没办法喝，我有事情啊，哦，要不然等我可以喝你再来。袂使，我就鸡毛要鬼，我现在就是要过去找你，我的问题吗？打电话讲东讲西，对不对？我讲了半句话了吗？我叫人打他了吗？我打的吗？干我屁事啊！为什么人家过去，他在直播上叫我报地址啊？人家知道地址，他自己过去干我什么事啊？那些人自己过去干我什么事啊？啊，公小公批，要不然你要介入是不是？可以，你介入嘛，对不对？你介入嘛，小宝，你介入嘛，这个就很像吃不到葡萄酸哦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，对不对？谁找谁？我没有去找人家呢，我吃50块，我没有去找人家呢，我找他了吗？是我找的，我打他，我叫人家打他，我不知道你懂吗？你挺他嘛，那你就去介入嘛，你介入那就是介入嘛，我能说什么？对不对？搞清楚状况嘛，你看完全嘛。我说我保证他安全没有错啊，我打他了吗？我有没有劝架？啊，我要揽事情在身上吗？还是我去挡我受伤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我叫人家来了吗？不是呢，你叫我在网络，我那时候我在直播录影，保护我自己嘛。对不对？我保护我自己嘛，你自己叫我在网络上报地址的，在哪里？对不对？你自己叫我在网络上报地址的嘛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好像说我叫人家过去打他的，还是我打他了吗？真笑对不对？啊，你们有一些网络的朋友啊，你要介入你就介入，你就打说我要介入，我要帮200的。你要挺你有怕你要挺你的话，你讲那么多干嘛啦？对不对？你绕了一大圈，你要挺他，你就说你要挺陈君正就好了，直接打我的版面直接刷，你要挺陈君正，你要挺200，你直接刷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最快嘛。讲那么多，影片你看完了吗？谁找谁？他找我呢？我婉拒至少4次5次啊！我婉拒至少是对啊，真的要处理谁要开直播啦？对啊，讲到的时候没有错啊。警察被处理各有可以直播，谁要处理他啊？我生气的点是，他说计程车钱他要付来，我帮他付1700呢。计程车啊，我帮他付1700。郑哥有吃到姜母鸭，他有吃到姜母鸭，我帮他付1700呢。于老哥可以啊，黄大哥 OK 啊。对不对？我觉得很莫名其妙。你要说版面 OK， 你直接打说我要挺200的陈君正，对他硬要来找我，关我屁事啊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从头到尾有说我跟什么公司吗？我是大哥吗？我去头最后吗？没有吧？然后你们不要去灌，有一些朋友哦，你们不要去，我没有生气啊，你不要那个无中生有去灌一些。第一个啦，我不是兄弟我不是。第一个我不是兄弟啊。第二个我也没有说我混得很好啊，我也没有说我混得多好啊。
啊，你们真的，如果真的哦，那些朋友，你今天你被挺陈君正，你直接叫我版面刷没关系，我要挺陈君正，对不对？谁要生气呀？网路是那个网路没有酸民啊，网路真的没有酸民，真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网路本来就是正负两极呀，对不对？高大乐，我们没有处理社会事，真的我没有打他，我也没有叫人家打他。为什么我直播啊要闪掉？干我什么事情啊？我雅给吗？我把事情揽在身上吗？对不对？我刚才讲说哈，你不要来找我，我今天没办法喝酒，硬要的，他骂我三字经啊，他骂我干你娘嘞！我今晚会车你啊，我今晚被鬼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常常在直播视讯亮钱，那天也在亮钱啊。对他那我高高谢谢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没有找他吵架，我没有，人家就说靠北我给他鸿门宴，我哪里给他鸿门宴啊？我怎样？啥拢无诶！我跟你讲，他那天我在直播，还把我手机抢过去。我说你在干嘛？我把直播关掉了。我都有记录诶，不是没有诶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如果说我今天啊，你如果说我今天我动手打他，我叫人家打他，我不对哦，这就叫鸿门宴。你叫我在直播上，我在直播哦录影，保护我自己。哦，保护我自己。你叫我报地址嘞，地址大家都知道嘞。为什么人家最后揍他，我镜头要移掉？靠腰，等一下大家要说，大家那其他人不知道哪来的朋友说什么？我今天哦，我害了他怎样？我才不要揽事情在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揽事情在身上，你懂吗？哦，所以我是跟你们哦，各位朋友们讲，哥哥姐姐们讲，今天哦，这不是鸿门宴啊。我打了吗？我叫人打他了吗？人家是自行前往，还是我去载他们？我还坐计程车，两个人这样过去而已，对不对？我直播都有留着，知道我直播都有留着，只是我会觉得说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哦，有一些朋友说，哦，我去给人家鸿门宴，3条线，今天3条线啊，伊自己要来，我婉拒3次、4次、5次啦。我婉拒3次、4次、5次，哦，我等我今天能喝酒，我就跟你喝。可是我今天没办法喝，我早上有事情，哦，那可能我们下一次再喝。我是这样跟他说呢，对不对？我打人家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朋友那个其他那个朋友啊，你若讲你今天要挺陈君正，你有几条我版面你怕你挺陈君正对吧？啊，再来你要看你最早的账号，你不要开一个新办的账号，好不好？你直接开你要挺陈君正就好了。好，你直接打你要挺陈君正。哦啊，为什么你知道？你让我知道，原来你跟他的 label 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我跟你注明嘛，原来你的 label 跟他是一模一样就好了。为什么？1700的技能的钱也要人家付。哦，原来你 label 我就跟你注明嘛，你挺陈君正嘛，我就帮你注明，原来你的 label 就是跟陈君正一样，1700块。对不对？前面我就跟他讲了，我不会帮你出计程车钱，计程车钱你要自己付啊。姜母鸭我请你，那天姜母鸭总共花了7000、8000块了，2桌了。为什么？人家不知道哪来的朋友哦，哪来的靠北的站在那边我怎么办？我当然是大家都好，那大家那就坐啊，然后再开一桌，大家坐啊，不是吗？嘿啦，真正讲吼。我要给处理啊，是安怎？我真的很3条线耶。他能坐计程车回去，我会开直播。我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我这个哈，这个直播哈，即使啊，哦，那些朋友啊，嘿啦，谢谢真的，对呀，哦，那你看我们龙哥讲话了。我婉拒他，我是真的婉拒他。我没有那个影片哦，我没有气氛啊。韩大 OK， 我那个影片好险，我有录起来啊。我变成我什么？我去号召人家，我叫人家来打他。我跟你讲，从头到尾，我跟我朋友就2个人坐计程车，坐白牌计程车去到那边。我哪知道？
为什么？在家里的时候，他打电话来乱，我地址哦，他叫我报给他，大家都知道地址在哪里了，人家自行前往，干我什么事情？对不对？干我什么事情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影片会说话啦，对我有说过嘛，对，你们会觉得说，冠廷你不是保他安全吗？好来，今天你换成是我啦，你会去搞懂吗？你要去拦吗？你去拦嘛？你直播要拍他吗？你直播要拍他吗？你跟我说嘛，你直播要拍他吗？你告诉我嘛，你直播拍他吗？哦，就是这一位大哥在打他的，这位哥哥在打他的，是吗？变成你有事情，我当然能闪掉啊！为什么？我好意嘛，我开个直播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我没有那个意思哦，没有那个意思啦。但是哦，我只有一个意思啦，恁别给闹鬼啦，就这么简单啦。恁别给闹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计程车搞我关，而且你还抢我手机，就是我记这2点就好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记这2点，你抢我手机，哦，你抢我手机，跟计程车，我叫你自己付，你还硬叫我付，哦，我帮你付计程车费已经很好了，对不对？1700块很多呢，我小朋友奶粉哦2罐了，对不对？你来啊，小林哥，小老大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给你漏接就是计程车哦，你还抢我的手机，你知道吗？他抢我的手机呢，我影片可以发给你们看了，他抢我手机啊，直播就关掉了，他抢我手机，对不对？你抢我手机干嘛？1700真的难赚啊，我一天还不一定赚到1700啊，我小朋友2罐奶粉，达哥，晚上好，对不对？我会觉得说。你说红朋友，我打人家了吗？我叫人家过去打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叫人家过去打了，不是呢。我刚开始你们会调那个白牌的记录，我真的2个人，我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2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阿公，笑好，张长，你阿公你被挺陈军正，你直接我版面刷嘛，你打挺陈军正嘛，你就直接打说好，你挺陈军正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把你列入，原来你跟他趴数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坐计程车不付钱啊？再来，人家在直播抢人家手机啊！哦，你说那天好要安排他住的啦，住旅馆、旅社我都做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无缘故你去拦人家，啊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又不是神经病啊，我去拦人家干嘛？我叫人家去的吗？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我还帮他付100块槟榔虽然我有吃到了，对不对？干我什么事啊？我人叫去了吗？你问邱老大，邱老大也有去啦，我叫邱老大去了吗？你可以线上问邱老大，邱老大过去有打他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邱老大，老弟问哥哥，冠廷叫邱老大去了吗？莫名其妙对不对？你说我给人家鸿门宴，红什么东西啊？那你就是好了，你去挺陈军正嘛，你只有版面你刷陈军正哦，你就说你去挺陈军正就好了。我隔天有事啊，没有错啊。我隔天有事啊，我说改天我能喝酒，大感恩，我改天能喝酒了，我跟你喝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最好看，我叫他去了吗？要去啊，要去啊。对啊，谁叫最好看去了？莫名其妙。你们可能觉得说你可能会觉得说靠腰，我事后我这边讲说你们觉得说西藏你好，你们觉得说我事后这边辩啊讲啊，我讲的都事实都 OK 的啦。天公袂去食啦，手抓啦，我若讲一句白贼车弄死啦。来吧，志哥，晚上好。
我如果讲任何一句话，包括如果我今天给他鸿门宴了，恁被掐拢死啊！麻烦你们影片看完，全部东西看完，真的啦。你要挺陈军正，你就去挺陈军正你的 label 就是这样而已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啊，对不对？你的 label 就是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今天给人家鸿门宴，我叫人家打他，还是我打他？还是我没有保护他？我有说保护他安全没有错啊，靠边这么多人。看你俩，他没被打死就好了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他没被打死就好了。我讲领纲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如果我跟你讲啦，我若讲鸿门宴啦，我若叫人甲拍啦，我若召集人马过来，我若叫人来啦，我若叫人来啦你要敲拢死，莫名其妙呢，真正莫名其妙。过来。我在做直播拍卖嘛，无红呢。我直播，邱老大真的过去跟他对不起，请他3更半夜不要打给他，这事实啊。人中大哥，谢谢。我还跟他讲说，你不要计程车钱不付我没办法帮你付我就付姜母鸭，你要怎么吃，怎么用，怎么喝。我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记得这钱叫我付，我会傻眼啊。然后跟我讲说钱忘记带放在家里他跟我讲说钱忘记带放在家里，我那个录影都还有在，我钱忘记带放在家里。他跟我讲我能帮他一个人吗？郑哥生气吗？我能放他一个人吗？我放他一个人计程车坐霸王车吗？不对吧？1700真的很多，为什么？2罐奶粉的钱我是也帮他付1700，对不对？我唯一没叫他跳咖啡牛奶对你懂意思吗？志远哥，晚上好，今天来恭喜一下谢谢 N 哥，谢谢。今天真正要甲创不是安尼老会老弟要鸿门宴干嘛？什么时才一个鸿门宴应该连警察都不在小鱼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警察叫他自己坐计程车他说他不载他故意不带钱的。我到时候截那个影片给你看，冠廷新城数3万，冠廷这钱你有看的无？这钱6块伊给他登记嘛，这钱然后后面他说，我就跟他讲说你计程车你自己付你包括住的我帮你安排，旅社旅馆我都有讲，旅社旅馆我帮你安排。再来姜母鸭喝多少没有算我的就好了，我只准备姜母鸭的钱。你一来靠背，你说你没带钱，你又跟计程车叫他买个100块槟榔莫名其妙对不对我知道你们也是好心沈大，你可以密我跟你讲内幕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其他有一些朋友，你们也是好心像鲁冰花吗？谢谢李全大大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有的也是好意为什么冠廷你说保护他安全，为什么他还被人家打？你今日在烂代志吗？这么多人呢，这多人呢，对不对？今天好了，今天我要打他，早就打他干嘛？要打他之前就打他了，警察再也可以打了。我跟你讲，要搞怕，警察再也可以打了。就现行办带回去而已但是至少打得到。3少大哥，是不是？警察在也可以打，可不可以打？可以打为什么不能打？对不对？现行犯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根本完全从头到尾没有人要揍他，没有人要处理他啦。就是从头到尾就只有要给他漏气而已啦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因为他计程车钱干了凹我1700呀，他凹我1700呀。我叫他带计程车钱来，结果他都没带，他凹我1700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在直播，他抢我的手机呀，他把我的手机抢走啊！我有人证，有影片存在，有监视器，他抢我的手机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影片我锁起来，但你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懂那意思吗？影片我锁起来，但你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，我那个所有的直播的东西哦，都 OK 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说你们今天也是好心的，就觉得说陈君正他一个人去桃园啦，为什么又被人家打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叫的了吗？我叫人去打他了吗？我打了吗？哦，还是我说兄弟啊，在这里啊，朋友啊，在这里有吗？从到没有哦。从到没有吧？我从到有说，朋友啊，陈君正等下来这边呢，要来哦，大家一起过来哦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请问一下，有吗？我有做这个动作吗？有吗？要甲处理才有甲处理啊！麻烦一下，我那些朋友们，你要听伊无要紧，你也讲伊可怜，那嘛无要紧哦。因为网络上正负两极的留言，正负两面都 OK， 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若讲安尼，够第2趴啦，哦。若真正你要安尼讲我今仔日我害你安怎，真正够第2趴，真正嘞，当我赢嘞，真正嘞，莫名其妙，真正莫名其妙啦。你说为什么他被打嘛？那个要怎么讲？伊今仔有啥用吧？就简单的嘛。真的要处理他，早就打他了啦，真的啦。你们朋友挺他，你有买啊？有啊，我再传给你，我私底下传给你啊。哎呀，改变来做我的嘛。我怎么挺他啦？你告诉我怎么挺他？你告诉我嘛，我怎么挺他？我要修车，去修车。然后让我讲完吧。对啊，讲完了那我下线了，没有什么要讲的，感谢你们。对啊，后面要故意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不要这样开玩笑。OK， 拜拜，感谢你们，拜拜。